主后2022年6月初5，每日圣眼光读经，圣神赏赐的平安。咱来听读圣经约翰福音20章19、19、23节。共迄个礼拜日暗时，门徒自即个所在门拢关闭，因为因惊犹太人的领袖。伊讲了，将双手甲协议互因看。门徒看到主，真欢喜。耶稣阁甲因讲：愿恁平安，亲像爸有找我，我嘛找恁。讲煞，伊对因分开讲，领受圣神。恁赦免什么人的罪，因就得到赦免；恁无赦免什么人的罪，因就无得到赦免。今仔日是圣神降临节，是国外节过了后第50日教会的节期，也称作五旬节。五旬节发源自犹太人传统节庆七七节，人甲头水色的农作物献互上帝，用安尼纪念以色列人因出埃及的故事。对基督徒来看，讲到圣神降临，头一个联想到的经文，可能是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。当时，圣神降临伫门徒身上，互因有讲无共语言的能力。所以，圣神降临带互人复兴的想象，这是一种能力的象征。毋过，今仔日的经文重点无啥共，毋是圣神赏赐的能力，是圣神赏赐的平安。这段经文的背景，在讲耶稣受难以后，门徒内心的不安，因为惊犹太人的领袖。拄即时，国外耶稣对因显现，连续讲2遍。愿恁平安。平安伫新旧约的用意真济，有美好、离别、祝福、和平、健康、心灵等等的意思。耶稣第一句愿恁平安，带有互门徒伫惊吓中得到安慰的意思。第二句愿恁平安，是门徒受差遣。爱有盼望的意思。等咱面对严峻、武汉肺炎的时代，平安若亲像是一种奢侈的用语。2021年5月中旬，台湾疫情爆发，咱就好亲像门徒甲大门关严严，惊握着新冠病毒。就亲像门徒惊犹太的领袖，内心充满不安。喙炎甲疫苗，若像诚做安慰甲盼望的象征。毋过，喙炎甲疫苗只不过是外在的平安，内在犹原欠缺实质的平安。咱的社会弥漫着超找替做羊羔、腊牛的行动。报道者的专题报告采访当时受感染的替做羊羔，因安尼讲：我已经好啊，毋过别人看我的眼神拢变啦。原本是住伫共一个庄头社区，是朋友，是厝边。是共同对付病毒的好伙伴，煞变成做彼此指责、怨恨的对象。虽然喙炎疫苗会阻挡外在的病毒，总是人内心的恐惧不安，煞毋是喙炎疫苗会当阻挡的。耶稣讲：
愿恁平安，毋干那是个人的平安，搁较是群体需要互助的平安。煞接耶稣分一口气讲：领受圣神，恁赦免什么人的罪，因就得到赦免；恁无赦免什么人的罪，因就无得到赦免。领受圣神，毋若是追求个人的能力，也是领受群体共同努力的能力。犹太教的教义认为，独独上帝才有赦罪的权柄，人无即个权柄。毋过，国外的主耶稣煞互门徒有赦罪的权柄，这也凸显圣神降临另外一个含义。圣神赏赐平安，是爱人停止互相定罪、指责，共同建立圣神团契的平安。默想，我安怎看待圣神赏赐的平安？迄是个人的平安，或者是群体共同建立的平安？我安怎看待圣神赏赐的平安？迄是个人的平安，或者是群体共同建立的平安？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圣神，请你进入我的心，互我内心有平安，差遣我，将你赏赐的平安带到社会的逐角落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